今天来到阳明山的湖山里，这边大坑土地公，这就是我这一次在睡台北2月系列里面的其中一个场景。那我先跟土地公拜个拜。其实看到中间这一尊石头土地公，其实它也是就是这边的10大土地公之一，那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古老的土地公。我们那天来这边取景拍摄这边地方的时候，其实相当热闹。外面啊，其实搭了棚，那下面有很多等一下土地公祭祀完之后的一个吃福会，那这边聚集了非常多的乡亲里民，大家就在这边准备要把楼住。最重要的地方是说，我会看到这一群人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们跟神明一起共处的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出自于就是说，居民自己想要持续这个传统，还是这个地方本来就一直是流传的这样的传统？做了这么久的土地公这样子执交杯炉主的仪式，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进行中。即使这边的年轻人已经逐渐外流，但这样的传统，它会不会发生在台北市其他地方，甚至整个台湾其他地方？会。刚刚讲了这么多，里面有一个很热心的人，她就是李秀霞女士，她也是这边的里长。那等一下里长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湖山里这边很重要的一些地点。里长来了，里长，哇，里长谢谢。不好意思，小心，真无法度，阿苦，走到这边，可能爱进。我在山上是一条龙，山下是一条虫。我特别喜欢，就是如果又再看到曾经拍过的人，或是曾经互动过的人，大家又在有机会可以一起互动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像你看到一个老朋友、老同学，然后大家这样子，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往这个方向滚。对。里长，这个水，你是说它是蓝宝的那边？对啊，就是从蓝宝泉那个水源出来的，所以这边的水是一流的，我跟你说。哦。而且这个是我们的七星农田水利，现在叫七星农田水利署吧，哈。我们的这边附近的灌溉沟渠。当你走到这里，你就要开始注意路边有没有特别的奇怪的东西。我们看看前面一个大石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土地公爷爷，俊伟，好俊头俊伟的。来，给我看一下，我们的土地公爷爷在这里。土地公。对，保庇大家平安，哈，土地公就在这里。你路过，不跟你讲，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土地公会坐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当时这个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就靠着这一棵树，好。的树根有没有？就撑住它，一个这样子就可以顶住它了。哦，好像很危险，可是这树立在这个地方几十年了。很开心今天可以再跟里长一起来到湖山里这个地方。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农历2月结束之后到现在，已经隔了一段时间。那今天又再看到里长，觉得心里面充满就是一种悸动吧，因为已经好一段时间没看到里长，今天又再看到他还是这么的热情。回到这个地方，那回到这片土地上，我们在睡台北的时候，有机会去拍到台北市各个地方，都让我觉得何其有幸，可以去拍摄到这些地方。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地方透过画面记录下来，跟大家做分享，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